曼聯4大邊鋒嘅現狀，拉舒福特急於表白巴塞。拉舒福特24-25賽季先後代表曼聯同埋維拉出場啊，代表曼聯出場24次，打入7個波3個助攻；代表維拉出場17次，打入4波5個助攻。而拉舒福特亦都係逐漸成為翻維拉嘅大腿，可惜最終亦都係因傷賽季報銷啊。球員評級係4星啊。而意甲亦都關注到新組24-25賽季代表車路士出場41次26次嘅首發，打入5波9個助攻。從坦夏格嘅氣象再到馬雷斯卡嘅輪換主力，但係最終車路士都冇選擇激活新組嘅買斷條款，退貨翻俾曼聯。球員評級係3星啊。安東尼願意降薪離隊，而安東尼冬窗之前只獲得14次嘅出場機會，打入1波。冬窗租借加盟到皇家貝迪斯，元神爆發啦，踢出金球獎嘅實力，26次出場打入咗9波5個助攻，帶領球隊打入歐會盃嘅決賽。球員評級係5星啊。而加拿祖仲未有動靜，加拿祖24-25賽季代表曼聯出場58次，首發36次，打入11波10個助攻，收穫職業生涯第一次賽季嘅兩雙數據，但係因為獨食以及頻繁浪費機會，亦都備受詬病。球員評級係3星啊。